继续来看这件，一个妈妈要带5个囡仔，嘛无怪会带甲闹交去。台中一个妈妈带着家己的3个囡仔，甲朋友的2个囡仔，总共5个囡仔，到公园去佚佗。等来到厝才发现讲害咯，这个上细汉的后生对无着电，无转来。妈妈翻头随佫冲转去公园要找囡仔，但是囡仔已经无去了。这妈妈心肝火到非常的惊慌。就伫这个时阵接到电话，讲囡仔伫咧派出所。妈妈赶过派出所，看到后生，甲后生揽着，激动大哭。妈妈那哭，那甲5岁后生牵条条。看到后生伫咧派出所，妈妈就目屎流、目屎滴，真自责。因为伊一个人家己带3个囡仔，含朋友2个囡仔，拢总5个伫咧公园佚佗。当来到厝的时阵，才发现细汉后生无缀回来。你从哪里来的，弟弟？今仔胖见的囡仔兄，暗时一个人伫咧公园找妈妈，到在伫咧公园拄着保全甲伊斗相共。很大声叠考，你走，妈妈妈妈，他就叫妈妈。保全讲囡仔兄迄当阵真惊吓，目加在尾啊有找着因老母。另外，这位6岁查甫囡仔嘛是伫咧台中公园今仔胖见，大好拄着当结束28和平纪念礼拜市长罗秀燕。这个来抓警察北北怎么这么厉害？很厉害哦，还会背电话号码哦。家长带囡仔出去佚佗，一定拢爱注意囡仔撞去倒，因为若是一个无注意，都可能会走到无看影。